讲道讲背主的答，请陈牧师。亲爱兄弟姊妹，愿恁平安。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组织伫你的圣殿，教会就是阮属灵的家庭。阮出外，阮常常会想念阮的厝。阮夜深，阮就倒到阮家己的厝。主啊，你的圣殿就是阮定心得到快乐的所在。阮伫这个所在亲近你，做阮的利益。主，阮伫你面前要同齐敬拜时，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对阮讲话，能正的，互阮快乐；野生的，互阮定心体恤，亲像鹰鸟飞悬。心内忧伤袂当大的人，主啊，求你提起因心内的重担。主，靠着你所加添阮的快乐。阮要凡事拢老练，拢成熟。愿你教阮三个弟弟，我们将你所交代阮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祝福阮的肩胛头会通来担有价值、有利益的事。求天父上帝祝福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就亲像早前伫保罗所建立的腓立比教会。主求你，互阮会通伫这个历史顶悬。写伫你的册中，真侪人会见证。阮恳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不但对阮讲话，佮加添圣神的恩赐，互阮凡事老练。阮将听讲道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自说出你的路谱讲了无完整、无完全、无清楚，求你的圣神就将迄个道理对因来讲起。主啊，这间教会是起造伫你真理甲活命的话的顶悬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教会合一、兴旺福音这个使命来恳求你帮助阮。阮同心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后礼拜就是咱一年一摆的会员好会，所以伫会员好会的中间，牧师可能无得用真长的时间来讲道。伫今仔日，我要甲咱来读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伫历史中间足特别的教会，伊是保罗所建立伫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咱来记得保罗伫眠梦中，上帝引带伊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伫梦中伊看到一个穿马其顿人的衫，马其顿就等于今仔日的土耳其。所以伫梦中，保罗看到一个人，就是马其顿的人。迄个人甲伊讲：“请你来帮助我。”后来保罗就改变伊的旅行的方向。伊本地是伫迄个亚洲的上界西边面的迄点，伊无要行过爱琴海，伊要翻头，佮倒来到加利利、甲以色列、迦南地这个所在。但是上帝的异象就带领伊勇敢跨越爱琴海，就进入到土耳其。后来一路福音就传到欧洲的所在。咱拢知这叫做马其顿的呼召。腓立比教会今仔咱所听的这段话，就是第一间保罗所传福音建立的教会。基本上，这间教会伫初代教会所留落的记载，是一个好模范。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今仔牧师的讲道时间非常的有限，我真珍惜上帝所予我这个40分、50分的时间，伫讲道中间甲咱分享上帝的话。但是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今仔到伊了后。你这礼拜哪会当？你找一段时间，甲腓立比书，甲一口气、一口气，甲伊读好了。因为短短尔，亲像一张较长的批，4章，真内底有真侪话，一定对恁有真正的帮助。比如讲，第4章13节，伊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安那，恁拢会晓背，这就是保罗写腓立比教会的批信。伊讲：“我只有一件事，向着标杆直跑。”兄弟姊妹，保罗写以弗所的教会这种批是充满感情，也充满疼。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今仔日伫上帝面前用这张批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
咱的教会伫2003年，咱有做一寡新的事工，其中一个新的事工叫做亲子运动会。迄天本地前一天是落大雨，甲咱迄个运动场，迄个风雨运动场洗甲清气淡淡，真正是风雨运动场，咱也举雨散去，但是迄天互咱无受影响，有真欢喜的一个活动。咱的教会伫旧年嘛有办野外礼拜，咱足久无野外礼拜，但是旧年咱去到放门树的教会，咱的兄弟姊妹拢受感动。旧年中间，咱的教会到底做了甚物？伫后礼拜牧师要甲咱分析，嘛要甲咱分享甲鼓励。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用这个题目叫做“当陪主的担”，当陪主的担。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做同工，好无？我要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来听这间教会。上帝，我有福气伫这间教会甲恁做伙。其实我毋是亲像做恁的牧师那点。我应该亲像做恁的亲人。虽然牧师嘛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一定伫70岁中间需要退休，但是我渴望我退休了，我永远甲恁是亲像亲人共款。有大小事拢会当做伙祈祷，大小事我拢当分担恁的欢喜甲快乐。检查我需要离开，检查我会留落来，拢毋知影，因为我到今好奇好像，我嘛也袂特别为着我家己。甲陈牧师设定阮将来到底要住伫什么所在，但是阮知影上帝的确有伊的备办，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兄弟姊妹来为着咱的教会来学习，求天父上帝菲律宾教会讲对头一日当兴起福音。保罗写菲律宾教会的批信，第一个起头伊就是安尼讲，伊讲我所听兄弟姊妹，我若想到恁，我心内就充满欢喜甲安慰。因为对头一日，咱同心兴旺福音，互保罗安尼学落的话。保罗讲：当我行过所有的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独独只有菲律宾教会是到今仔日，还阁咧支持这个福音的事工，还阁知影我的需要，福音的需要，毋是为着我。虽然双向欠缺，但是安那还阁极力的慷慨。这就是保罗所讲。马其顿教会，伊对上帝所领受最大的特质。我若讲到这堂教会，其实这是我心内唯一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我嘛渴望咱拢来甲这堂教会当作咱唯一的教会。咱同心同工，咱同心来学习甲努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互保罗。心内有安慰，讲对头一日到今仔日，兄弟姊妹，这堂教会我来了后无共款，对头一日到今仔日，像个长老、总长老是环境阮来迄代的中心，一直到今仔日，因了是伫事工顶悬做阮上大的帮衬甲后盾。后来咱中间有做新的人，包括伫旧年拄来的王惠美姐妹。伊自从来了后，特别伊互咱有一个真大的鼓励，就是伊常常出现伫咱的中间。上帝互咱本地无有亲缘，但是后来因为福音的缘故，咱做伙伫这间教会内底，做伙生活，做伙拥有咱的囡仔，看咱的囡仔。刘一成今日出来敬拜赞美，我想有真侪讲袂了的话。因为咱看见的印象的中间，因拢抑阁足细汉，他就是自信。但是今仔日你甲看，咱的囡仔伫上帝恩典中间来大汉。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毋惊无牧师，教会上惊就是无上帝。教会毋惊无牧师，只惊无有迄个愿意同心也是物价，同心合力侍奉上帝的终极甲会友。教会无一定爱大间，但是教会需要人人服侍，同心做工。愿天父上帝用咱这间教会，无大无小，毋是无大无小，是讲人毋是真多，但是这个教会三条，这个教会无私心，无用家己的需要做重点，这拢是保罗伫腓立比教会所讲的。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
会通真做互上帝的心意欢喜的教会。这是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主的面前安尼来回应。这是保罗的话，嘛是我的话。我若出国去，人问讲，曾牧师，你对来？我讲我对中华中会德登教会来。有真侪人甲我回应讲，哦，德登我知影，毋是因为知影德登即个砖头，是因为德登教会伫即几年中间，咱的见证，咱像个死搁活的教会，所以真侪人真好奇，所以有人伫网络顶悬听着咱的教会直播，伊讲较有可能草地教会会当做即种的工作，求处理，增加教会敢着比都市教会较罕慢嘛？所听的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诚对上帝的应邀，上帝的免流，和上帝欢喜。也这我要邀请咱每一个人无提示，主讲我通找自罪。上帝伫以赛亚的心内有一个感动，所以以赛亚就甲上帝讲：主啊，我伫遮，请你找应我。愿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恁同心合意，因为对头一天，咱的教会有一个足特殊的工作，叫做爱餐。有真侪教会无可能，伊嘛毋敢，逐礼拜拢爱餐，即种的重担真沉重。所以兄弟姊妹，但是咱的教会一个最大的特色，互人甲咱毋是讲生笑，是甲咱夸口讲德堂大饭店。因为即句话是牧师出国的时候，当时伫开玩笑中间，伫培灵中间，分享事工的中间会讲到，我欢迎你来到德堂大饭店。因为全德堂上大间的大饭店，就是德堂爱餐的餐厅。这句话一直后来伫国外台湾人的教会有一寡中级，因拢也会记得。包括今年都爱选举的一个对Houston 倒来的一个长老，科技店长老，伊敲一个电话，就甲我讲，我甲德堂大饭店请安。所听的姊妹，这是咱共同的故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路走来。有你真好，这不是一句真通俗的请安的话，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讲的话。伊讲一路走来，有你们真好。所以听的姊妹爱珍惜，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会当亲像腓立比的教会。愿今仔日咱做读这段的故事的时，咱若读到感动的所在，咱甲牧师同齐，咱花手伫心来讲，主啊。腓立比教会有的祝福，我嘛要爱有；做腓立比教会所有的，我嘛要爱有。腓立比教会所发生的故事，要真侪阮今仔日伫礼拜中间学习甲反省的故事。保罗学咧腓立比教会讲，当对头一日到今仔日，同心合意。咱要伫这个所在来宣告讲，对古早到今仔日，直到将来永永远远。愿这间教会是一间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同心合意的教会。阿们嘛。对过去今仔日到将来，恁真心中咧想，到底要阿们啊，唔爱阿们？但是我相信，咱拢阿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内底学到一个真要紧的功课。今仔日我对第4章来讲起，是因为第4章内底讲到两项足重要。教会建立教会最重要的功课，第一个问题就是伫这个中间，保罗讲到两个人，一个叫做友尔嗲，一个叫做顺道基，这两个伫教会内底的妇女代表。伫这个中间讲到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就这两个人意见袂合。保罗无写足侪 detail， 就是细节。保罗并无伫这张批中间公然来羞辱这两个负责人，恁伫教会内底会当意见无共款。保罗无，但是保罗嘛无点点。保罗伫请安的批信的中间讲一个真侪，有真侪唤起迄个感情真水的迄个温暖的批信的内底，伊轻轻讲到这两个人，伊讲愿这两个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好好。所以，兄弟姊妹，保罗看见问题，保罗无用责备，保罗嘛无用指导，保罗嘛无甲因讲安怎做，
但是保罗伫今仔咱所读的批的内底第4章第8节，伊讲既那是所有美善的事情，伫这个第8节中间讲着8项好的代志，包括诚实，包括圣洁，伫这个中间讲着8项代志，恁拢都爱去思考。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毋是听，是想。听讲道了，若有感动爱想，若无迄个感动，迄个奇怪，袂产生咱的思想。所以保罗讲，既然是所有美善好的代志，恁都爱想。当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保罗无甲伊讲，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保罗只有甲伊讲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嘛，拄拄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最重要的信息的重点。腓立比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教会。这间教会有一个信仰告白讲，这间教会愿意成做心中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最中心的教会。因为上帝要伫圣神的工作顶端来改变咱的体质，嘛，互咱有信心。所以这间教会信心是经历着上帝圣神的工作。对于迄个时阵，咱的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就是神掌权，用耶稣基督最中心的教会。兄弟姊妹，请恁会记得，设施有一日我甲陈牧师若因为离开，请恁永远会记得，这间教会是上帝最中心的教会。所以今仔第一个问题，牧师要请中级要有好的学习。当教会拄着意见冲突的时阵，要安怎解决？冤家嘛，我相信恁拢讲牧师迄毋是上好的方法。当教会拄着冲突的时阵，保罗的方法就是都要读圣经，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用上帝讲做好的，各种的好，包括圣经的规矩，甲今仔日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既然是诚实的，既然是通尊敬的，既然是公义的，既然是清洁圣洁的，既然是通喜爱、通听的，既然是互人学乐好的名声的，既然是什么种伫圣经记载上帝圣情好的品德，恁拢着思想。因为当人伫心中拍开心门，互上帝话进入，咱开始安静思考时，圣神会做工。因为保罗讲，上帝圣神会用上帝圣洁的话来解说属灵的代志。这是保罗的圣神的神学、圣神的教导。保罗相信，当一个人若谦卑伫上帝面前拍开心门的时，上帝圣神会开始讲话。保罗无急的甲犹阿爹、甲孙道基、甲因责备，是甲因指导讲，你都爱 AABBCC。保罗无互因标准答案，但是保罗鼓励因，这个动作叫做唤起人内心的良善。兄弟姊妹，上帝创造咱的时候，咱进入上帝圣殿，基本上咱心中已经有一个喜爱，就是要回应圣神的感动。基本上，咱来互相信任，相信讲会感动我的上帝，嘛会感动你。咱来互相信任，讲温准用温，彼此有无同款的想法甲意见。然后伫无同款的意见的时，同心合意的意思，就是同心都要甲耶稣同坐道，同心都要纪念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耶稣在圣餐的中，所有遐门徒。就围绕伫伊的中间，原咱伫今仔日这段圣经的中间，咱用祈祷。愈是有大代志发生，毋免急的解决问题。问上帝讲：上帝，我着怎样做？问主耶稣讲：主耶稣，若是你今仔日伫阮中间，你会安怎讲？你会骂伊吗？还是你会骂我？主耶稣笑咧笑咧，伊伸出正手甲我牵，伊伸出倒手来牵你。主耶稣笑咧笑咧，无意中上帝将咱这双手甲伊牵做伙，这叫做三听。所以你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
咱对2000年前这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故事。圣经不是一个敢若讲学老的话尔，圣经是一个指明人伫人生中间会拄到的代志。冲突伫所有的人类的团体内底拢会有，敢是？人无可能无冲突，翁仔某就算做较有品格、无冤家，嘛无可能无冲突。因为冲突代表意见无同款，冲突代表想法无同款，冲突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表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帮赞友阿爹顺道基这个圣神，咱甲圣神讲，圣神，请你来带领一间教会，互阮真侪同心合意的教会。所以菲律宾教会，菲律宾这张批，不但2000年前对菲律宾的教会真重要，对今仔日咱的教会嘛真重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意见冲突的时阵，唔通失去彼此的尊重。伫意见无同款的时阵，多倾听，求上帝圣神入咱的心，互咱听对方的意见。冲突最大无法度解决，就是我唔肯听对方的想法。冲突最大会当解决，就是安静听对方到底在讲什么，有理无理，拢听，然后最后才挖靠圣神，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愿天父上帝帮咱，互咱无逃避问题。因为伫今仔日腓立比书第4章中间彰显一项代志，就是保罗并无沉默。伊发现教会有问题时，保罗有讲话，但是伊的话中无责备，伊只有甲一个需要，甲呈现出来。但是保罗伊讲，我为恁祈祷，因为享受平安的上帝，的确会将心思意念放伫恁的内面。保罗相信，当伊伫带导的时，圣神会将天顶来的想法、心思意念放伫人的中间。因为保罗伫腓立比书中间，伊佫讲一句话，伊讲起头伫恁的心内动了工，意思就是享受感动的圣神，伊要家己成就一切的计划。这就是圣神，这就是保罗的信心。这嘛就是今仔日咱伫礼拜中间，咱需要学习的所在。伫冲突的中间，最大的困难就是咱无愿意听无同款的声，咱是要压抑无同款的主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神的方法。愿咱伫主的面前，咱伫听的内底带导、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伫倾听的中间，今仔日这个故事，保罗所教友阿爹甲顺道基。最重要就是放下自己，并不是讲我着做一个戆人就好，啥物拢莫插，不是。保罗的意思就是，将你原本内面有可能无一定对，原本你内面所有的主张，暂时放伫一边。伊讲，伫下面这8项代志，恁思考看卖，思考什么？牧师有甲咱讲，叫做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好名声、好品德的，有什么值得赞美的？这8项好的代志，其实该简单来讲，叫做所有美善的力量。既然是圣经所记载，上帝看做好，咱爱去了解，因为这就是改变咱的主张甲价值观念态度，最要紧的圣经甲圣神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听讲道最重要就是人物，伫上帝目睭看做好，改变咱人用人的目睭去选。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的就是展望未来未见之事。罗德是用人的目睭看，但是阿伯拉罕是静静听上帝的安排。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间，牧师顶礼拜我甲咱讲，伫咱的心内可能这2个人拢存在。咱内底有可能有一种真强烈的自我主张的个性，但是咱内底嘛有一个，就是伫经历着上帝的引带的迄种顺服。
所以这两个人需要讲话，这两个人需要安静，这两个人需要倾听，要有宏观，要有微观。你问我牧师这什么意思？宏观的意思是可长可久的事情。有当时咱对历史的经验，咱对过去的前人的经架头，咱坐伫因的经架头，咱会当看过远，这叫做宏观。咱的思考不是短短目睭前的，咱应该想讲久长的代志，什么是永恒有价值的物件？微观是什么？小事情可以看出大道理。对一个小小的记号，有时咱会当发现是祝福，还是危险。所以，亲爱的姊妹，独只有圣神，互人会当有这个敏锐，会当有宏观，又有微观，能够倾听，又能够有主张。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将这种有生命的、有思想的生命，放伫咱的囡仔、甲咱的家庭中间。这就是保罗讲，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心这个字甲 phrono phoneo 这个字，其实电话叫做 phone 有无 phone 有讲无？迄个声音啦，就互耶稣基督的声进入你的心内，诚做唤起你的声。就耶稣基督迄个声，就是一种的主张，就是一种的态度，变做你的态度，佮变做你的主张。也是姊妹，咱来做基督徒，若无互耶稣基督改变咱，何等的无彩，敢毋是？咱若要阁是一个自我主张，用家己做的主张，咧活的基督徒，咱就无有分伫福音的好处的内面啦。福音的好处就是，互上帝、互耶稣基督的声、伊的心、伊的主张、伊的态度，变做咱的态度。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当恁甲耶稣讲阿们的时，愿主耶稣伊的圣神进入咱的内底，互咱慢慢改变，互咱长大成人，互咱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讲，兄弟啊，我搁再讲，着我靠主徛在。你毋知影？伫原教背经做上帝无下做的囝子，将生命真道表明出来。这句话嘛是写伫腓立比书咧。兄弟姊妹，腓立比书短短4章内底有偌尼多话，是遐尼水、遐尼宝贝，是会当互咱顶天立地，是会互咱展望世界的未来，改变世界。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愿意真做一个有影响咱的人，爱徛在伫上帝真理的话，爱徛在伫耶稣基督的教示，爱徛在伫上帝伊的圣洁信息的内面。所以，兄弟姊妹，愿主的圣神伫今仔日将伊的念头放伫咱的内底。保罗伫今仔日的批信咱内底所读，拄是今仔日聚会带咱读的一句话，伊讲：上帝所想事，超出人意外的平安。愿这句话甲每一个伫生苦病痛、伫生活中间拄着天大的大雷、大风暴的中间，讲主啊，我要安怎算？愿这句话，互咱心头有定，因为主讲我要想事，超出意外的平安。上帝要保守咱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为你的心祈祷。你要主讲，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话。做我脚前的顶路就会光。我需要你的圣神，因为无高超凡，不是我做会来啊。高超凡改成是天生本性啊，是加减轻重无同款的程度尔。但是愿天父上帝保守所有兄弟姊妹恁的心思意念，脚徛在，心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树头做风台。但是咱无受摇动，愿天父上帝帮助。第二，伫今仔日这段圣经的话内底咧讲起第二个主题，就是恁若甲注意看伫今仔日的中间，特别是第3节。第3节安怎讲？伊讲，搁真会当看。我读到这句话时，有一个足大的吸引力。什么人是伫这段教会中间，甲上帝同工真正同心合力的同工呢？我真盼望唤起恁，毋是帮咱
曾牧师毋是，是为着将来有一日当曾牧师无伫咧，有新的牧师来，恁会当成做因的帮衬。一个教会所做好的工程，所结的好的果子，毋是牧师伫咧时阵看到的，是当牧师离开的时阵，迄才是一个验收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恁拢是上帝备办将来要欢迎新的牧师，一代搁一代，甲上帝同工。上重要毋是将来要来的牧师，上重要的就是恁每一个人，或者你同意嘛？咱拢是每一个迄个真实同工的人，所以伫这个所在，我要甲来用真实的同工，也用希腊语圣经的原文翻译做英文，就是安尼写，叫做 yoke fellow。yoke 就是迄个牛担啦 ，fellow 就是同伴，意思就是当这个担放伫咱两个人会经过头的时阵，袂当头起，咱两个人袂一个土工剪了。这个约菲罗的意思就是讲，那只要有代志，我甲你相甲抵定。所以兄弟姊妹，我要反击咱甲耶稣基督做真实的同工，也伫教会内底，咱讲，若要做工，我一定出现。因美国一个足出名的总统叫做甘乃迪，伊捌伫一个国家的发展的演讲的内底，伊讲一句话。也讲我亲爱的同胞，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美国做什么。昨天得等教会兄弟姊妹，咱来教会当然是期待，咱会当伫教会得到福音，在天经地义，这是正确。但是当咱伫这个所在得到福音了后，咱应该爱问我家己讲。我会通为这间教会做什么？兄弟姊妹，无有迄个你袂当做的工课，因为上帝互咱的恩赐无同款。咱伫主的面前问上帝讲：上帝，我会当做什么？将咱上属的恩赐献给上帝，这就是侍奉上帝。我咱伫今仔日这段真实的同工、同父异母。这句话放伫咱的人生观中间，互咱愿意受上帝的呼召。咱甲主讲，主啊，得当教会的兴旺、衰微是我的责任；得当教会的兴旺、衰微是我的使命。愿天父上帝帮助我。保罗伫这个所在学了一个咱唔知影的人，伊讲伫腓立比教会内底有一个人。伊是我真正真心的同工。伊写这张批的时候，并无伫众人中间公开甲学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一定知影讲，保罗知影我有真心。保罗请这个人做一个和解的人，伊讲请这个人去甲友阿爹甲顺道基做和好的工作。真实同辈大人，请你去帮衬这两个人，请恁用听、用信用来帮衬教会面对冲突的时阵，做和解的使者。愿天父上帝帮衬咱伫今仔日这段话中间，你若有感动，你就回应迄个感动。上帝帮衬咱，因为最后咱所做的，拢要写伫会员手册内底。今仔圣经讲。既然腓立比教会所做一切美好的事，后来拢写伫上帝手中的活命册。当我读到活命册的时候，伫这礼拜中间，我拄啊想到后礼拜咱讲拢人人一册，叫做会员和会的手册。所以弟兄姊妹，咱得当教会安怎咧编写一本会员一年度一本的和会手册？伫个和会手册，敢若报告数字吗？敢若报告活动出现吗？报告咱活动的内容吗？不是，伫上帝手中的活命册，的确记载着有一种的生命是伫上帝中间看做宝贝。所以兄弟姊妹，每一年咱的教会用检讨的心所写会员和会手册，
有检讨咱就乱做。所以今年真特别，因为咱的教会经过了疫情，咱的教会有一种的恐惧。我甲咱报告，对2017年咱的教会，那就会冲浪的浪的巅峰。咱的教会2017年，咱的教会平均组织礼拜出席到120人。但是忽然对18年开始，咱的教会亲像迄个浪头吹落去。到伫前年，咱的教会出席剩65个人伫礼拜日平均的出席。但是去年，上帝看咱的手，甲咱拢叫倒来，咱的总平均出席有82个人。这叫做止跌回升的关键时刻。兄弟姊妹，咱看到盼望，因为上帝伫2023年，互咱熟悉10个新的慕道友，也是讲当时的兄弟姊妹，有的人有留落来，有的人继续因的旅程咧找因要去的教会。但是伫去年，咱的教会止跌回升，咱就真侪真要紧的，这就是保罗写批伊咧检讨甲反省同款的精神。所听的中职，咱来做好管家。咱伫主的面前，就亲像保罗甲这个被记载讲，真实同负一軛，同心会同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这个经文，咱有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咱甲主讲，主互阮同心做工，同心也是为家，同心用耶稣基督的工做我的工。你要问讲牧师，那安尼，咱的教会要做什么？咱无标准的答案，但是耶稣的话最后一摆的讲道，你讲牧师敢有啊？兄弟姊妹，你敢会记得耶稣最后一摆的讲道？伊讲啥？马太讲到耶稣，路加讲到耶稣第一篇的讲道，伊讲上帝用油抹我的头壳，设立我传福音给送向人。耶稣最后一篇的讲道是伫马可因兜收圣餐的时阵，最后迄段话。耶稣讲：“我甲恁洗骹，恁也着照安尼去做。我是恁的老师，恁着照安尼做。而且将来恁要做更较大的事。”这是耶稣最后一篇的讲道，做耶稣所做。所以同父主恶，同心也是为家，是耶稣以最后一篇的讲道中间所教予咱的。兄弟姊妹，我想恁一定有感动，迫不及待想要把这个整个讲道篇一口气听了。恁都去读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18章过耶稣就受掠、受审判。约翰福音13章伊开始伫搬过做要设立圣餐，13章到17章，这段中间都记载耶稣最后的讲道篇。敢有遐济约翰开到4个使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独只有约翰伊所记载这段话，这段话的重要大大超过山上宝训，比耶稣第一篇的讲道迄种的使命的宣告。兄弟姊妹，若不是圣神的帮助，约翰听无；若不是圣神的帮助，保罗唔知影。保罗甲约翰拢是一个伫新约中间非常重视圣神的工作的使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神甲咱三个地地。今仔日拄到圣经中间第3个信息，保罗甲伊讲：既若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气的、通听的、好名声的、有好品德的，这的什么事，恁拢着少年。所以，兄弟姊妹，拍开圣经的中间读了，不是就结束。读圣经最重要，不是读了就结束。读了，拄着我所读的，上帝对我讲什么？少年
迄个读圣经所得到的感动。保罗所讲的7种的假释，其实介简单来讲，叫做返璞归真啦。伊甲犹阿爹讲，伊甲顺道基讲，我两个所听的姊妹，恁是我的骄傲，恁是我的欢喜，恁是我的勉励。因为过去我伫菲律宾教会讲道的时阵，恁安怎款待我？恁伫所有的俘虏中间，恁两个人是最要紧的领导者，那无因的名被记载伫遮啦。保罗伫这个所在唤起因内心迄种荣誉感，甲心中的良善。所听的姊妹听讲道，就是互上帝圣神唤起咱内底迄种的热情。迄种的谦卑，迄种的脚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来思考看卖，伫咱灵修，伫咱学习做基督徒，伫过去的年日中间，你所听，你所读，有对一项事，特别对你的生命中间是一个足大的祝福。一切所有美善的力量，主啊！伫我要离开世间之前，求你无赐予我，无赐予我。意思就是，伫我一生年日中间，求你，互我担着迄种有价值的生命的滋味。愿天父上帝帮助。亲爱的姊妹，这个少年，这个字叫做logizomai。这个字甲上帝话 logos 是同一个字，所以约翰讲上帝的道，起头道甲上帝三角伫地，道成肉体，充满真理甲稳定。迄个道就是这个字，意思就是少年上帝的话，通过上帝的话，认捌到有价值的态度甲观念。愿天父上帝帮助。保罗讲这了后，保罗甲因祝福。伊讲我相信，虽然我袂当甲恁做伙，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圣神要伫恁的心内来做工。所听的姊妹，一个讲道者，若对伊所讲道的内容无期待，安尼迄个讲道是无采讲。一个讲道者，若对伊的兄弟姊妹无期待，那安尼讲道者甲听讲道的人，彼此都无相听的心。当咱中间有一份相听的心的时阵，咱彼此有所期待。都来到今仔日旧约阿摩司第2章这段话，伊讲两人若无相约束，两人若无同心，怎会当同行嘛？兄弟姊妹，这句话就是咱的俗语，叫做不要同床异梦。两个人若无同心，两个人若无相约束，今仔日的圣诗317首讲，你若欠过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助。咱怪伊相听，咱怪伊相听，主若看了就欢喜。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上帝通过圣经的话，通过保罗的批信，伫圣神搁一摆对德堂教会讲邀请的话。原来的教会是一间同心合善的教会，同父主恶。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结束。顶礼拜我甲恁分享改变我一世人的一本册，叫做《台湾》。佮另外一个改变我的一个故事，就是伫日本有一个叫做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日本民主运动甲现代化改革一个足要紧的大功劳的思想家。伊一生拒绝做官。这个人就是日本庆应大学的创办人。伊读册时，伊的老师给伊一个足大的使命。伊的老师甲伊讲：“你会经到头要担日本的将来。”何等的顶天立地的赞美！伊的老师不但安甲伊学了，伊的老师佮甲伊的查某囝嫁予这个学生。伊的老师甲伊的查某囝交代讲：“我这个学生将来经到头要担日本的将来，你爱帮助伊。”
我用这个故事内容我无讲，但是当日本的将来，伊毋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日本今仔日有全亚洲第一个民主化、第一个科学化、第一个欧洲的文明，建立一个有法治的精神的国家。基督徒的经教头家，毋是就是爱打死你家嘛？兄弟姊妹，咱会当意见无共款，但是毋通做一个变断压死你家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肩膀要改变台湾的将来。选举了，我才甲恁讲袂赴啊，因票拢投了。No， 这才是开始呢。咱若听台湾，咱每一个选择，拢对台湾有影响。今仔日的台湾的教会，就是我们对台湾的影响还不够。有无使我们要安怎影响？祷告。今仔日玉成所互咱祷告这条歌，兄弟姊妹，越是我们做不来的事情，越是要祷告。感谢上帝，咱含慢，但是我知影，上帝绝对无弃杀台湾。今仔日台湾所有的改变，拢毋是咱的功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通看紧家己，少年的肩负耶稣的恶，肩负台湾的将来，雄心壮志，顶天立地。台湾的教会要针对台湾将来愿望，阿们嘛？咱拢毋敢讲，叮当啦，毋是咱毋敢讲，咱知影讲，任重道远。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后礼拜咱来展望，通过会馆合会，咱的教会要展望2024年咱的曙光，咱当心来祈祷。宇宙的主，宇宙的创造者，历史掌权的主宰，阮将阮的一生交伫你，我嘛将台湾交伫你，我嘛将全世界交伫你。主兴起你的教会，真侪菲律宾的教会伫今仔这个世代，同心合意行福音。主啊，互阮伫顽强背逆的世代，将活命的真道表明出来。主帮助阮，互阮的教会。真侪多元的教会有无同款的思想，但是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教会。主啊，互所有的教会拢是互主掌权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